先生，阿我家了，咱改规划成休闲空间，碰夜家，视听设备放在家。咱拢厝的时阵咱就用坐碰椅，做伙看电影，唱卡拉 OK。我叫燕君隔音设备做上好，安尼你就当大声唱歌，宣泄压力。爱你的温度，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，光心内上精彩的故乡谱。厝内面每一个的气味，拢有你的记忆。问我家己，互相伤害的过去，要安怎忘袂记？看着遐个熟悉的。其实我心内真清楚，管大事头到尾根本无爱过我，伊勉强家己讨好我、接近我，就是无想要甲陈彦君抢陈子玲，所以利用我来做挡箭牌。即摆因为着翻头去了陈子玲，跳过伊对我遮尔坚定，连主动甲我讲分手的骨气拢无。我靠咧面房要甲伊结婚，控诉家庭，我真正有够讲的。天真的笑容，互人幸福的快乐，美丽的残缺，甜蜜的什么？什么？我真心付出，算是这款的结果。希望的在这条爱情游戏内底，是我家己自愿，叫我安尼糟蹋，是我一直在欺骗我家己。总有一天，管他会爱我，是安怎会这样讲？是安怎会爱到这样无尊严？淡淡的心情，心内的空伊思念，拢是你一人和你的笑容，我的表演。第二版的原来，你是一个女超人，不过在感情的世界，你根本就是一个低能儿，一个好高管大，你永远就等于在养娃娃。你这个公查某，公查某，公查某，公查某！淡淡的心情，心内的空伊思念，拢是你一人和你的笑容，我的表演。过去伤痕落我对你放袂离，无写的情歌，错开嘛心痛，最后咱一世路过。